今年5月咧，美中貿易戰係迎嚟咗重要嘅轉折㗎，雙方係達成咗休戰嘅協議，大幅下調對彼此商品係加徵嘅關稅㗎，並且係暫緩進一步關稅嘅措施，激發投資者嘅樂觀情緒啦。全球股市咧係進一步回升㗎。咁與此同時咧，人民銀行係採取寬鬆嘅貨幣政策，宣布降息降準，釋放咗近1萬億元嘅流動性咧，係支持經濟復甦。中央政府嘅持續推出財政刺激嘅措施啦，包括基礎建設、投資同埋消費嘅補貼，進一步係提振市場嘅信心。呢啲嘅政策咧係有效緩解關稅戰帶嚟嘅經濟壓力，推動內需同埋出口復甦。人民幣匯價咧係受惠於政策嘅支持同埋關稅戰休戰啦，對美元嘅匯率咧係顯著轉強㗎。預期短期之內咧，或者會穩定喺7.15至到7.25嘅區間。年底前呢，係將會逐步上升去到710至到720嘅區域㗎。受美中關稅休戰同埋中國積極嘅政策影響啦，美股同港股喺5月咧係強勁反彈㗎，反映投資者對中美經貿關係緩和嘅樂觀情緒，以及對中國經濟前景咧嘅信心回升㗎。預期港股喺第3季尾之前咧，係仍然有可能會再創今年新高㗎。至於美元匯價喺美債前景憂慮之下咧，係持續走弱㗎。5月美國財政部標售20年期國債嘅反應係疲弱，加上穆迪咧係下調咗美國嘅主權信貸評級啦，係推升美債息率咧去到今年嘅新高㗎。投資者對於美國財赤同埋特朗普政府嘅稅改法案嘅不確定性咧係感到憂慮㗎。美元指數咧係承壓下跌，係為人民幣同埋其他非美嘅貨幣咧提供咗上升嘅空間。咁總體而言呢，5月美中關稅戰休戰同埋中國嘅貨幣財政政策係合力推動咗全球股市上揚啦，同埋人民幣走強。不過關稅戰嘅休戰呢，僅僅係暫時性嘅措施嘅啫，未來談判嘅進展呢係仍然存有變數㗎。美國財政嘅前景嘅不確定性同埋美債息率上升呢，將會有可能係進一步影響美元嘅走勢同埋全球金融市場嘅穩定㗎。